我哋係1分鐘民調系統，依家搜集市民關於港大接受捐款及任命副校長風波嘅意見。做咗你1分鐘時間，回答以下簡短問題。報章8月29號報導，曾經喺97年追擊港元嘅金融投機家索羅斯，計劃資助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進行研究。你是否贊成港大接受索羅斯嘅捐款呢？以0至9代表，0代表極之不贊成，9代表極之贊成。請輸入。港大1年接受10幾億捐款，你是否贊成喺發生秘密捐款事件後，港大應該加強監察？以0至9分代表，0代表極之不贊成，9代表極之贊成。請輸入0至9。翻查英國愛丁堡大學同澳洲悉尼大學嘅網頁，發現有詳細嘅捐款者資料及捐款金額，但係本地大學網頁只有簡單資料。你是否贊成本港嘅大學公布詳細嘅捐贈資料？以0至9代表，0代表極之不贊成，9代表極之贊成。你認為港大是否應該委任涉及接受不明來歷捐款事件嘅前法律學院副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以0至9代表，0代表極之不贊成，9代表極之贊成。請輸入你嘅性別，男請撳1字。請問你嘅年紀係17歲或以下請按1字，18至22歲請按2字，23至29歲請按3字，30至39歲請按4字，40至59歲請按5字，60歲或以上請按6字。你嘅教育程度係小學或以下請按1字，中學唔包括預科請按2字，中學預科或專上非學位，例如副學士 Ivy 請按3字，大學學士或以上請按4字。如果想發表個人意見，請撳1字留言。如果想發表個人意見，請撳1字留言。